เลยลูก这几牛的来，要给那买点肉。你干嘛去买嘛？搞不好烤一下。你就想这边来了。啊，这是的。哈哈哈！站起来，同学。当赌场还知道那个？啥没啥没？经过这个没？没了呀。不啊，不多啊，我不这不上来的，我不这我没进来。喊我就走人，喊我走人。你们不见？上拖等的弄到，干了这能这边过来吃不啊？我挣着挣钱了，到。挣脱挣人到，到北海站的不想到大洲去啊。看正好有红旗，不看这个红旗。